后来这个台湾到保留的旅游泡泡，是不是会当顺利来进行呢？外交部交通部甲指挥中心是积极的研究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来透露讲，即摆是要采用买减益的方式来规划。另外，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嘛来达成着共识，要来放宽国外确诊者入来台湾解除隔离的条件。 日也想，暝也想，讲到出国谁拢想。去漂流出国敢会成？要隔离几天？检疫规定，外交部、交通部指挥中心等来讨论。基本上朝着没有居家检疫的这种方式来做。漂流无确诊的病例，4月底了，超过50%的民众拢会注疫苗，增加会当去佚佗的可能性。指挥中心专家小组要甲国外确诊者返来台湾了，解除隔离的规定放松，包括核酸检测 CT 值比34个较悬。 抗体是阳性，返来台湾隔离一段时间，当事人和接触者拢会使解除隔离。后续的核酸阳性可能只是核酸的碎片，大概没有活的病毒。核酸的浓度是很低的，看你是阳性的，表示证实说他的确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了以后。 就不必要持续隔离太久。真侪国家拢已经开始注新冠疫苗。美国 CDC 疾管中心上新的防疫讲到，有完全注疫苗的人参加小型的活动，会使莫挂嘴暗。不过，国内专家讲，要是要注意。打过那个疫苗以后，或者是自然感染了以后，我们身体都会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。 可是这种免疫力并不能够100%保证说你身上不会带有病毒，还是有传染给别人的一个风险。专家强调，注疫苗是保护家己，不过要维持规个社区的安全，要是要甲防疫措施做好调整。